第46章第1节，以色列带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巴，就献祭予伊的老爸以撒的上帝。米时，上帝伫异象的中间甲以色列讲：雅各啊，雅各啊！伊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我是上帝，就是你的老爸的上帝。你落去埃及，毋使惊，因为我要予你伫遐诚做大国。我要甲你三甲落去埃及，我也的确带你起来。约瑟要手换你的目睭，予你看。雅各就对别是巴起身，以色列遐个囝，予因的老爸雅各，甲因的囝儿、因的某，拢坐伫法老所车内要载伊的车。雅各甲伊一切的子孙，带因的情生，以及伫迦南地所得到的货财，拢到埃及。雅各带伊的囝、孙、查某囝、查某孙，甲伊一切的后裔，拢到埃及。以色列人到埃及的，雅各甲因的囝，因的名记伫下底。雅各的大囝流便，流便的囝哈洛、法路、希斯伦、加米。第10节，西面的囝亚摩利、雅敏、俄亥、雅君、索亥。也有迦南地的妇人人的囝索罗，利未的囝结顺、哥哈、米拉利，犹大的囝子、俄南、希拉、法勒斯、谢拉。独独子甲俄南死伫迦南地。法勒斯的囝希斯伦、哈摩勒、以撒加的囝多拉、普瓦、约伯、新伦、西布伦的囝西列。以伦、雅利，这个是利亚伫巴旦阿兰甲雅各所生的囝，阁有伊的查某囝底娜，子孙男女共33人。家己的囝洗非魂、合基、苏尼、以斯本、以利、阿罗底、阿列利。阿瑟的囝임娜、耶西瓦、耶西伟、比利亚。个因的小妹西拉，比利亚的囝希伯、马格，这是拉班予伊的查某囝利亚的女婢色帕所生的子孙，就是伊甲雅各生的，共16人。雅各的某拉结的囝约瑟甲便雅悯。第20节，约瑟伫埃及地生马拿西甲以法莲，就是安城的祭司。波提菲拉的查某囝阿西纳甲约瑟生的，便雅悯的囝比拉、比格、阿什伯、基拉、乃曼、以希、罗什、摩平、何平、阿勒，这是拉结甲雅各所生的子孙，共14人。但的囝何辛、拿弗他利的囝雅瑟、古尼、亚瑟、喜令。这是拉班予伊的查某囝拉结的女婢撇拉所生的子孙，就是伊甲雅各所生的，共7人。遐个甲雅各三甲到埃及的，除伊的新妇以外，囝仔对伊身躯所出的，共66人。阁有约瑟伫埃及所生的囝2个。雅各的家来到埃及的，共70人。雅各找犹大做头去见约瑟。通带因去高山，因就到高山的地。约瑟备办伊的车去高山，迎接伊的老爸以色列。到见着面，就拍伫老爸的颔棍，伫颔棍里靠久久。第30节，以色列甲约瑟讲：我见着你的面，知你要活地，我若死也甘心。约瑟甲伊的兄弟甲老爸的家讲。我要上去通知法老，甲伊讲，我的兄弟甲我的老爸的家，前伫迦南地的，今拢来到我遮。因是牧者，因为因是饲精生的人。因将羊群、牛群，甲一切所有的拢带来。法老调恁的时，若问恁讲，恁做甚物头路？恁就讲，你的奴仆对少年到大，阮连阮的祖公。拢是伫饲精生，安尼恁通来徛伫高山的地，因为既然饲精生的，
拢是埃及人所厌戰。